照顾。就像这几4户旁边最旁边有位朱爷爷，他也是农民。那我们今天没有动他的，没有拆他的，就是还没有点对他也没点胶，所以我们今天你看我们拆的，我们中间还隔了1户，那其实他隔壁也是点胶户，我们都没有动，我们怕一动到会危害到他的房子，所以我们今天拆的都是最安全的，就是已经交给我们的这些空屋，啊，当然，那其实自救会中间我们有请地方政府来，然后地方的立委也有来帮忙。那我们来这边开一个协调会的时候，那自救会其实就派人挡在门口，不让他们住户进来。他觉得说进来就已经好像投降了一样，所以说真正来参加我们说明会只有3个人，只有3个人，3个人里面还有一个是已经点胶的，还在骂我们说，哎，你们为什么还不拆？你看现在又要通知，什么2边都要通知我。啊，所以他还反映说希望我们赶快拆。那另外一个来的时候，他已经住在其他地方了。他说他以前也在社会局当志工，他都很了解这些规定。他说那这些东西他都非常了解。那还有一户就是农民，他是准备过完年，他希望要住到这里面来。所以我们都该安置的都已经准备好安置。那其实最重要的是，法院的判决说，因为你不点胶的话，他的不当得利还继续算。虽然你看这边住户有很多人没有住在这边，但是他因为自救会的这个群体压力，他没有办法点胶给我们。他第一个他没有住，他也没点胶，但是不当得利，他的损失要继续增加。所以我们一直要告诉他们，你既然你已经判决3审定验，然后你又没有住在这边，你就赶快点胶给我们，你这边的所有不当得利就从点胶那边开始中断。但是他现在还是继续算钱下去，所以我们这些也是要一直告诉他的。哦，那之前法院强制执行法院的庭长也过来，啊，跟住户逐一的说明。那其实其中已经有几户住户说他愿意点胶，但是他迫于自救会的压力，他觉得他不好意思现在点胶，所以他其实里面这些住户已经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来，啊，那对于说，所以说我们现在这次做的也是把我们已经点胶的房子拆除掉，那其他这部分我们是等法院一起动，我们在目前暂时不会先动他们，因为也要快过年了。主任跟请教一下，你说21户已经点胶，然后已经拆9户，对。今天是拆几户？今天拆了3户。今天3户，所以第2波已经拆了10户。没有，就是之前2波就总共拆了9户。哦，之前2波9。对，今天是拆了3户。好。那其他的部分的话，我们目前还没有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开始要拆的动作。那为什么是先拆这9户，不是另外那个其实这些都是比较集中的。对，这些你注意看那个前面你过来看也有2户被拆掉，你注意看过去，那个都是比较跟旁边拆掉的时候不会影响旁边它现住的这个部分，我们是找这些来先拆的。第2波是几月的时候？之前第2波之前是4月10号跟4月20。哦，4月10号、4月20号。是去年的4月10号跟4月20号。那剩下的有预计什么时候吗？那就我们现在其实后面我们是跟法院协调，跟法院一并来处理的，因为这些其他都在巷子里面，也跟他们现住的离得很近。我们怕我们这样拆的话会影响他们现住的，他们又不搬走，那我们大概就会等法院一起来处理。会在旅勘？会在旅勘。旅勘啊，法院已经来旅勘过了。哦，就上个月。12月6号，法院已经来旅勘过了。庭长也说，那他会个别再去跟各住户来做协调，希望他们赶快点胶，减少他们的损失。好。啊，目前是这个状况。好，所以说他们刚才自救会讲的说社福用地啊，这些其实都早就是社福用地，一直都是社福用地。然后我们现在拆的本来就是已经交给我们的，当事人都希望我们赶快拆掉，都是这些问题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